佢係咪都揸住佢哋仔㗎？好，咁啊，一輪開始時候咧，而家個排位要講講啦。頭車 Zero、安西、荷蘭城、Gilbert、Toby。咁啊，頭車係白色 Zero 玩，二車係黑綠色、白色。哦，啱啱安西過咗啊，Zero。咁啊，安西排車嚟㗎。咁啊，阿成三車。咦，咁啊，上咗去，安西啱啱做咗個快圈3秒061。咁啊，頭一排位就暫時都冇乜點喐。阿 Toby 係3車嚟㗎，跟住阿 Gilbert， 哦又就阿 Gilbert， 3車係 Gilbert Toby。頭車安西，二車荷蘭城走咗上嚟啦，三車斯隆標白，四車Toby。做得好。荷蘭城上咗去頭位，同阿安西係爭2-3個車位嘅，只係一隻彎。阿 Toby 要有嗰個頭車嚟嘅。好，咁啊。安西上翻嚟啦，二車而家應該係阿荷蘭城，三車 Gilbert 三車，阿 Toby 後面嗰個頭車啊，頭3位安西、荷蘭城、Gilbert、Zero、Toby。賽事剩翻5分半唔夠。賽事剩翻唔夠5分鐘。頭車都係安西啊，手啊第一位。二車荷蘭城，Gilbert係3車啊。好似啲釘好車咁啊，安西得啲速度。條線啊，咁啊都穩陣。睇下呢個加法可唔可以保持咁啊？阿成就2車，係啦。咁啊，Zero 咧就4車要2人合成啊。係唔該，Zero，唔該晒。因為阿成好有機會追翻上嚟啊！好，賽事剩翻3分半鐘，頭1、2、3車不變嘅仍然都係暫時帶先嘅係安西教練嘅車，黑色頭綠色車身白尾。2車荷蘭城白頭橙尾，3車Gilbert熒光頭白尾。咁啊，2、3車係3個圈㗎，頭1、2車就2圈。
咁啊，城而家開始追到好貼啦，安西大約兩三個車位一定彎到。咁啊，我啱啱小心啊，咁啊比較賽事仲有2分半馬。咁啊，1、2車咧都係長圈只係爭多少少。咁啊，高條後車啦。Kobe 好努力底下咧就搶咗3位啊！咁啊啱啱過咗個標準，排第3。頭1、2車都係荷蘭城安西教練。咁啊頭1、2車同圈啊咧第3位嗰個係1個圈。標準第4。咁啊一輪之後咧，標準上翻第3。高年第4標準啊，落翻第5。咁頭車都係80，賽事剩翻1分15秒。咁啊，成有個錯誤啦，咁啊。咁啊，2車有得追啊，咁啊一條直路到嘅啫，直彎。最後30秒。最後4秒，咁可以衝埋尾圈啊！咁多位。好，標頻收車，安西收車，高橋收車，荷蘭城收車，好收車。阿成做出42圈。